我通常食壽司，壽司平，壽司飽壽司餅，啲。係啊。壽司嘅。咁你幾多食壽司？每一次？每一次食幾多個？食幾多？個。食幾多個？通常食唔係食好多，15碟壽司， 15碟我度你都差唔多。食。我啊，都食。不過我係我嗰陣，我每一次食60個。60個。60個。哦哦60個，係啊係啊。training。哦，嗯嗯。咁多？咁多咁多。唔到60個好多啊。 60個好多好多哦，好多好多。喺日文應該講食トレ。食トレ。食トレ係H で。食事プラストレーニング。training。トレーニング。係。哦。因為我打棒球。啊。我打棒球，所以我要帶我身體。都要食多啲。嗯。嗯嗯嗯。哦係啊係啊。你係運動員。運動員。嗯。我之前運動員朋友一日要食五個餐。我朋友運動員要食5餐。我そう早我餐、我我哋我哋午餐、都食餐。一日5餐。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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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哋都食咁多。都食。係啊係啊。哦。早餐。所以我哋我哋玩 classic fried chicken 唐揚げ。唐揚げ。唐揚げ有時我食。會唔會擺 sashimi 入去？刺身冇。冇。嗯。そう。哦。嗯。你玩籃球嘅時候，嗯。我有冇做食トレ？佢咧。training。訓練。即係training 有冇熟佢咧？即係。そう。哦。six training。哦。嗯，我哋冇做喎。哦。我哋通常係放學之後打。放學之後打籃球，跟住打完之後就一齊去食飯食嘢。係啊。咁樣。係啊。そうだよね。係啊。日本棒球運動員有時というかペンシ six training。training。six training。不過日本嘅sumo 相撲選手食仲相多。撲。sumo 相撲好多好多好多啊！好大身體。好大啊身體。你有冇有睇下相撲
レスラー相撲 restaurant？相撲レスラーレスラー哦，レスリングwrestling，我想睇啊，但係買唔到 ticket，買唔到飛啊。哦。哦，喺東京、佢哋有時搭D-Day。哦，有見過，嗯有見過。嗯嗯嗯嗯嗯上次喺嗯兩國站 Ryogoku 両國見駅到佢哋好高好うん大啊。哦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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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跟住影好相，多好大。頭先嗯啊，影相影相，影相啊，係啊。嗯。咁你有冇去過ちゃんこ鍋餐店？嗯，冇去過啊，因為我唔食哦，咁多，所以我驚太多。係啊，哦，你有冇去過？哦，最後我哋食うどん。我就仲有烏冬。うどん、炸鍋。哦，喺那邊入邊。係啊係啊，好好食噶。哦，嗯，喺日本日本家庭都食えっ每人丼食鍋ちゃ每日都食。んこ鍋。講多次，講多次，每日點啊？每日都食。每一年哦，特別冬ウィンター哦ウィン，winter，冬天。冬天嗯，每一年冬天食哦，鍋。哦，嗯嗯每一年都食。なん嗯嗯特別我父母屋企嗯，每一年食ちゃんこ鍋。香港那邊係。ちゃんこ鍋係相撲レスラー嘅鍋。哦哦うん。哦哦，例如我食過係両國。哦，嗯嗯係呢個。そうそうそう。哦我爸爸中意睇相撲，哦所以佢可以做ちゃんこ鍋。哦，嗯佢係可以做香港那邊。係啊係啊。哦，工作冇，自己做，買，自己做。自己做自己哦做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咁你中唔中意睇？係啊係啊。你都中意睇？中意睇每一每次我翻父母屋企每次我睇下相撲嗯相撲なんだ相撲。嗯最近有今何言いましょうっけ夏場所你知唔知啊？嗯，夏我知，場嗯所。夏夏嘅夏嘅相撲。哦相撲相撲係なんだ兩個月哦，2個月一次。哦兩個月一次，跟住一次係15日間。哦，15。嗯嗯，15一次比賽15日。15日哦
咁你最中意嘅 sumo 選手係有冇？最近係青錦。青錦。青錦佢哋係ユークレーン人。哦，ウ烏克蘭。クライナ。ウクライナ and 好好人。好好人。好好人。哦，好 young，好後生。young。嗯，好年輕。年齡19歲、18歲，好 young 啊。20、21哦，或者22。哦，通常相撲選手比賽可以到幾多歲？幾多歲？佢哋係16歲。啊，好似、なんて言うんだ。入門入門って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。入門。えっと、定位相撲レスラ哦，ー。跟住，跟住我咩だろう。大30歲啊，人。30歲人到。啊，到30歲就冇啦。唔係啊，唔係啊。最近有何歳だあの人。38歲。哇，38歲。選手係啊。哦，嗯，你有冇你想唔想睇下相撲？想啊。哦，哦，相撲ticket 好貴啊！好貴啊，好幾多錢㗎？貴啊！一節係三3萬円。3萬円。3萬円或者4萬錢元。4萬。好好。好貴。跟住你可以睇下相撲，同啊，飲咗同食お弁當。お弁當。哦，全部都係三3萬円或3萬円。者4萬錢元。45,000 yen。啊，好貴啊。好貴啊！哦，喺香港も幾多人幾多人玩 wrestling 或者モンゴリア相撲？好似。へ唔流行啊。そ呢個 wrestling 相撲好似係日本嘅運動。日本嘅運動wrestling。哦，好似其他地方都冇。相撲。你意思係相撲係日本運動？係啊，係啊。係啊。你知唔知呢個相撲係幾時開始？好耐定係？我唔知，不過
好 long 哦，time ago。好耐㗎。哦，うん。跟住、相撲曾經係、シンジ、シェンシ、シェン、シェン、ぼぼ咩？ね、サンドガウジーシック。分到搞ごめんね、日本語で説明していい？はい。そう、相撲はもともと、あ、豊作、豊作、お米がたくさん取れる。お米、たくさん、そう、たくさんお米が哦，取れる。哦，うん。整米嗰啲人，そうそうそう。よう哦，に祈る哦，ための儀式だった。哦，OK，明，哦，即係最初所以、係整米嘅，うん。嗯，う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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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所以相撲、うん、そう、好昔。喺香港，有冇有好似玩頓，或者儀式、ceremony？嗯，咩 ceremony？好似相撲，嗯，好似相撲嘅 ceremony？香港好似得boxing 或者 boxing？boxing 啊，泰拳、泰 boxing，泰拳泰 道，boxing，泰式 boxing。泰式 boxing，う嗰啲ん。比較多，嗯誒、因為香港有好多うん、泰國人，うん。泰國人好多？泰國人好多住喺香港，そうなの？哦，係啊，佢哋做咩啊？佢哋嚟做嘢，做嘢，佢哋嗯。嘅做嘢佢哋可能係咩啊？開按摩、泰式 massage，啊，或者マッサージ。教人泰拳 coach，うん。嗯，係啊，女そう嘅可能なんだ。係做massage，如果識うん。煮餸就 Thai restaurant，泰式如果識茶ね。打咧就打拳，好多そうなんだ。泰國人㗎，へえ。係啊，咁我聽講，而家九龍地區，先為，泰式 artistic area。artistic，artistic 哦，呢個唔知喎，有國際。うん。誒，なんだっけ、我睇下、TVB ニュース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。哦，你遲啲 send 俾我。個 news そうそうそう哦，不過最近開咗一個泰うん。式兩餸飯，うん。嗯，泰式兩餸飯。泰式兩餸飯，哦，へえ。泰國哦。菜，又平又好食，へえ。好食啊，我想食噶。哦，係へえ。啊記樓行。Louis Cook。，Lusco 咩嚟㗎？Louis Cook。古典樂。古天樂，古典樂嘅古典樂首個。咁記樓行。你知哦，唔知喎？金奇流行我知啊，咁記樓行，金奇咁記流行，樓行。真係我好知，
跟住そう，跟住我去香港嘅時候，個好多好多 risk 係広告街中好多 risk 嘅印象哦產品，哦，隨便，好勁啊！嗯，佢係唔係人氣？而家人氣啊？古天樂，嗰啲啦，嗰啲啦。古天樂，誒，古天樂，人氣啊，最近佢，佢嗯，佢佢，嗰啲電影，好人氣，電影，電影好多人睇，Twilight Warriors，係尋秦記，係啊，我我睇下過哦呢種印象哦係 Prime Video，哦，睇過，哦，嗯，睇過，なんだっけ？ふ、なんだっけ？トワイライトウォリアーズ、名前忘れちゃったな。あ、これだ。トワイライトウォリアーズ、この映画。哦，九龍城うん。寨，ガルン先生、哦好、好有罪啊。嗯。嗯。哦，九龍城寨，下次可以同你去，好多泰國あ、餐廳。係啊，そう、ガンガン。係啊，係啊，下そう。次你嚟香港可以我想、帶你去九龍城，可以去九龍城。下次我去香港嘅時候，我想去九龍。九龍城，九龍先生，九龍嗯，線。好啦，哇，好，辛苦じゃあ、晒，我疲れ様。辛苦晒、お疲れ様。係，唔該晒。唔該晒，拜拜。